草屯敦和社区办活动，带阿公阿嬷做伙耍。活动设计真侪创意的走馆游戏，互许多人点动脑筋、活动手骨，气氛热烈滚滚。我五关都通过啊，我要过来升把关，就很快乐啊，建造我们身体健康。这是草屯镇敦和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举办的课。许多人若完成走馆的任务，有抽奖和换奖品。阿公阿嬷拢参加笑眯眯。设计的都是有让长者脑力全开的那种关卡，让大家玩得快乐。许多人若健康快乐，是世道无烦恼。敦和社区长期陪伴在地的时代，推动多管课，和阿公阿嬷拢参加真娱乐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